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翻嚟我嘅頻道 Healthy Life Diet Food，我係駐場營養師阿 Friend。屋企嘅老人家突然之間痛風發作，痛到死死下，你就上網諗住幫佢揾啦，睇下有啲咩食得。但係老實咁講咯，其實你真係唔係揾到好多，所以今日我就嚟拍咗呢條片，希望幫到大家。痛風發嘅時候咧，有三大法則咧，大家一定要記住嘅。今日咧就輕輕鬆鬆用2分鐘時間同大家講一講啦。急性發作嘅時候，蛋白質要靠呢3步。首先，第一係雞蛋，雞蛋係零嘅普林，咁所以佢係完美嘅蛋白質來源。第二咧就係低脂奶啦，佢本身嗰個普林含量好低嘅，基本上你一杯低脂奶咧都係大約0.4個毫克左右嘅。咁第三咧就係豆腐，成日俾人誤解嘅豆腐啦。咁其實咧佢都係低普林嘅蛋白質嚟嘅，咁所以都安全。但係急性時期咧就要停晒所有嘅紅肉啦、海鮮啦。咁蛋白質就係要靠呢3樣啦。咁就痛風嘅朋友仔記住啦。法則2，同老火湯講再見啦。我知道好多人中意飲湯，但好多人都成日問我唔係老火湯我煲咗1個鐘咋，或者我煲咗半個鐘，甚至乎我滾湯㗎咋，滾咗20分鐘。其實咧，我就唔想同大家去拗呢個問題，我淨係想教大家一樣嘢嘅啫，就係其實普林係水溶性嘅，煲得越耐，啲普林落入去個湯入邊咧就會越多。如果你煲湯落肉滾15分鐘，而有30% 落咗落啲湯度；如果60分鐘咧，就有60%。老火湯2到4個鐘已經差唔多有80% 落晒落啲湯度，所以急性時期就要避開晒啲肉湯噶啦。第3個法則教大家避開2個地雷位。第一個地雷係液體普林啊，因為大家都唔知咧，原來咧果汁啦、酒精啦，甚至乎啤酒呢個比較出名啲啦，咁都係要避開嘅，因為果糖喺肝咧係會直接轉化做尿酸，而酒精亦都會阻礙尿酸排泄。啤酒大家都知佢非常之高普林啦，所以呢3個都要避開。第2個地雷喺痛風發嘅時候要避嘅就係乾貨組合啦，包括乾嘅紫菜啦，同埋乾嘅冬菇，呢2個嘅普林含量咧非常之高，你其實落少少佢就已經好高噶啦，咁所以大家都要避一避啦。其實痛風發作嘅時候咧，我哋會建議普林嘅含量一日唔好超過400，同埋都要飲多啲清水可以排走尿酸，咁就大約8至10杯，無糖茶都可以適量咁飲。痛風發嘅時候就記住我頭先教嘅3大法則。今日嚟到呢度係咁多，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啦，拜拜。